家人閣再傳出這幼稚園虐待囡仔案件，就家長指控講囡仔互老師不當管教，面含頷頸攏有傷痕。家人市政府強調，接到消息的過當天就開始行政調查咯。那家長也已經提告專案檢警轉來偵辦。細漢囡仔面有手咬痕，家人一間幼兒園互家長指控不當管教，囡仔叫老師電頷頸關入去便所，閣因為安尼唔敢去上課。因為家人進前早發生幼兒園的集體不當管教案件，這個案件閣再引起市府的重視。就是要盡快的開我們的認定委員會，然後給予這個老師或以及這個園方該有的一些連帶的一些懲處。希望在本週內，然後把這個程序把它走完。7月15號的晚間，教育處有接到這樣的一個通知哈，那我們第一時間就啟動這個證據的保全以及確保幼兒的安全。我們在7月16號即刻就聯絡了這個園方，請他交出這個監視器。市長謝國良閣聲明零容忍的態度，強調會趕緊調查。對指控幼兒園表示，涉案的老師是畢業了後頭一個工作，真有教學的熱情，只是方法無好，案發了後已經離職。我們如果有確立的是老師有不當管教，那我們在當初的協議中，我們就想說，我們就會協議說是老師就停職，等於說他革職了，已經沒有在這邊了。因為這陣仔家人甲台北陸續發生幼兒園不當管教案件，幼教團體是煩惱，要招聘老師會更加困難。第一個叫比例原則，第二個就是一定會產生蝴蝶效應。蝴蝶效應就是大家都嚇死了嘛，就沒有人要當幼教老師。這一定是雪上加霜，我給你打包票，這個實質化會越來越嚴重。專家嘛講，教育現場已經出現人力車案的問題。家人這個案件除了市政府行政調查以外，因為家長已經提告傷害，檢警嘛當地偵辦。記者採訪報道。